浪，成败万正论英雄。起起落落当作英雄，历尽了沧桑，意志愈坚强。落魄免悲伤，小子啊，嘛会变英雄。 有常，有时屠杀的环境啊，风云再起，风云再起，男儿立志赌着一口气。啊，失败无算什么，啊，随时做好准备，我一定会风云再起。 起，风云再起，男儿立志赌着一口气。啊，失败无算什么，啊，随时做好准备。我一定会风云再起，我一定会风云再起。 这个会，你想要安怎？现今嘛已经一无所有啊，就亲像一只流浪狗同款。你现在搁对伊思思念念，这是为什么？南山，请你较积极，帮南先走。可是我刚才像你所讲，已经是只流浪狗，你根本都无能力去甲你作对啊！恁一日狗人，当初时打击我，抢走阮国宝集团的时阵，是阮都无想到要这样的。种什么因，得什么果。我若是无将林天生母甲求生不能，我过去受到委屈，毋是拢无彩工啊！真，你是安怎变甲遐尔可怕？ 这是你袂当了解我的心，周耀辉，我爱你，你煞一摆搁一摆来反背我，甚至是要偷偷放走林天生，这就好亲像拿一支刀拄伫我的心肝头。 我无法度无爱你，你比毒品搁较毒，也毋过我已经调了啊！我就是爱你，我无法度无你，我结婚嘞！我结婚嘞！南山，你跟我放开，我就痛的啦！叫做痛，比我心肝头的痛。 这是算什么？姚坤，就抓心，不是我今晚生的。你唔敢就抓心，心肝头也有林天生，就要。你快给我笑啊！这是我做袂到。 被爱时阵，我需要同你碎尸万段。我唔甘互你死。金苗。 你回来啦！恁妈妈是叫林天生阿某伤害了上帝的东，也非常的惊讶。尤其是伊都要讲，伊是极度之女，伊的血是冷的。恁妈妈每一天拢活伫
恐怖之中，你是恐惊有一天，约克会来报复伊。妈，你唔免惊什么约克，只要我伫咧，伊是绝对无可能晓败。免惊吼。 丁小姐，你已经醒啊？你拜我对啥？我是一个罪业深重的人，花豪上心下做。林天心是我的好朋友，你出车祸的时阵，我拄好看到。心主书是你救我的。 其实，你免为我费心，等我自生自灭就好啊。丁小姐，性命是好去的宝贵，你的病并不是绝症，千万唔通灰心。一个无珍惜家己性命的，是注定的大罪。你哪会知我有病？ 我送你去病院治伤的时阵，你的情形，医生拢和我讲过啊。师傅，我过去做真侪唔对的代志，我想这应该是我的报应吧。心存善良，就会当回头是岸。做下罪业轻重的人，是无资格去死，伊搁较需要。 用存落来的性命，为所做的恶事去受罪啊！师傅，我怀疑你做唔对的代志，敢真是有可能受罪，得到所有人谅解。只要真心悔改受罪，就是善念已现，恶意远离，是不是会当得到别人的谅解，又搁何必强求呢？丁小姐。 我打电话通知你的朋友来接你，好无？阿伯，我无想要讨你任何人。师傅，多谢你，我先走啊。林小姐，阿弥陀佛，佛度有缘的。丁小姐，你即马会当去倒？ 你的身体这么虚弱，你若有去嫌，你就暂时住在我家，等你的身体调养好啊，才做拍算好无？多谢师傅肯收留我这罪人，那你先做师傅，多谢你啊！ 高明姐，都已经给你时间了，是安那找不到心嘛？小舅，真歹势。你除了讲歹势，你还会晓讲啥？你甲新迈做伙大汉，你应该知影伊伫什么所在。我即摆已经一个月找啊，
心爱目睭看，孤单一人是会走去倒的。小舅，你哪会雄雄变到这样关心心爱？我是因为你爱伊，根本就无变过，对不？唔是啦，我是恨伊的。对啦，你是恨伊哦，变心去爱着别人。你恨伊帮助彭志强，处处会甲你作对。其实这就是爱，有爱才有恨，爱愈深，恨愈深。小舅，这一点哦，无参像你的为人呢。你这样做代志哦，一向是提起放下落。以你即摆身份地位，比心爱较好10倍的查某，是做到搁排队等你来紧的。你何必靠单恋一枝花，而且哦，搁是一支破病强要失明的花。高明志，心爱就好亲像你家己亲兄妹同款，你竟然安尼讲伊？社长，我讲的是事实，我是要提醒你，莫甲时间甲精神浪费伫无意义的代志顶面。唔免搁任何废话啦！我给你一礼拜的时间，你若是无法度找到心爱，你就准备双事办办的去回出去。是。我这尔着急要找心爱。不是我爱伊，绝对不是。我是恨伊的，我会袂安尼看到伊过好日子。是安尼，一定是安尼。我恨伊，我恨伊。我就知影有这张哦，就会当找着你啊。喂，啊，大这敢无效？谁讲无效？心爱若是看到，就知影咱接受伊。你嘛拜托的，心爱目睭吼，强要青面啦，伊看会到了啦。我想无呢，我伫咧山顶哦，看到金阿伯时阵哦，变另外一个人呢，敢若较早的林天晶的，比林天晶更较恐怖呢，安那安尼啦？是受过。阿伯为了要报仇，用尽心机不择手段，已经失去善良的本性。享受惯势啊，连这种工作拢做袂好，免阁做啊啦！我叫别人来做就好。卡嫂，卡嫂，阮卡嫂已经有够委屈啊！你阁教饭人势，你啰嗦啥物啊？卡嫂，你免安尼互因糟蹋啦，事可杀不可留，咱来走。恁袂当离开这间厝。 而且即摆外口阁有社少3个人咧顾咧，恁根本行袂出去。你还阁有面讲社少这两字？阮岛上才是社少，是对你稳重如山的客呗，毋是你这只袂可教的主人金苗。阮就是要出去啊！你若是有本事，就甲阮代志啊！来啊！姐，你较冷静，我袂记有七三个倒位面前。 水开啦！有可，
你身上果然留的是伊都家族的血，有够冷静啦！想不到这个世界好事是轮流转。你想要创啥？姐，你即摆已经不是千金大小姐，注意你讲的态度啦。啊，来，遐坐啦。你坐下来，等看一出戏。小哥，来，把涂甲鱿鱼我清气。你明明是个糟蹋人。甲是我安怎？你无法，你就莫做啦。等一下，我叫你阿公来做。你，卡桑，来，给我下仔切一个，手清气。永远是我做魂魂在起。给我下仔切一个，手清气。哎呀！竟然用这涂甲来拔手啊下啊！你创啥呀你？你想笑话啊！卡桑，卡桑，你起来啊！卡桑，咱免安尼互因糟蹋，免惊伊啦，上济是咱规划做伙死啊！哦，讲了真好啦。高过一道夫人，还佫有条埋七号小姐，叫我规日遮，做牛做马一定真艰苦。过去我看恁哦，死得较快活。恁哦要安怎死，恁甲我讲，我绝对会成全恁。金勇，你要安怎折磨我，你就做你折磨。你放心，阮绝对袂家己找死路。安怎？惊死是？我唔惊，不过我的乌肚桑即马需要人照顾，我的前翁甲即马佫生死不明，我即马若死，死吧绝对袂客。你要客还是无爱客，不关我的代志。我即马有钱有势，我是赢，你是输啦。一时赢，无代表永远袂输。当若出事的时阵，都要想好安怎收刀。我的刀若出事，我就绝对无可能收刀转去。尤其我不要记住，手玉芬，金庸变甲遮尔啊冷血无人性，是你甲小豪自私，不得手段，冷血无情，拢遗传互恁后世，害你家己死一遍，害伊倒家走，发生一连串的悲剧。即摆的金庸，比你较早，搁较可恶10倍、100倍以上。清清楚楚，金梅竟然对家己的亲生老爸，这点仔同情心都无，还佫有以前嘛，日头要求因无要紧，伊比我无搁较恐怖，我哪会生出这款的后事？还佫有金万山，你做梦也想袂到，伊的心机会遮尔啊深厚。即马变到遮恐怖，我想变做另外一个人，伊会当反面无情。即摆本身一点仔人性都无。周玉芬，天公伯啊，互你搁活倒来，
就是爱你去救你的后生，佮金万山。这是你的使命，你一定要阻止更较大、更较悲惨的代志发生。妈，我拄则替你教示，约考因母仔囝，你的心情有较好无？烦恼？是咧烦恼啥个？我烦恼即摆的心，乃比石头搁较重，乃比冰搁较冷。我烦恼你在社会的路上无法度回头。我行的是一条不归路，我是绝对无可能回头的。金瑶，妈妈是一个过来人，我嘛捌冷血无情过。我即摆咧，我逐工对我受到良心的折磨。爸本来甲我讲你甲林天生放走，我本来阁唔相信，原来你真正有做这桩代志。金瑶，天生是你的亲生老爸呢。即摆在我心目中，我觉得林定金万山是我的老爸。金瑶，唔通行妈妈的路。妈，你是要甲阮爸仔囝一个，还是要对伊都家做的人？你怎么讲话口气？甲万山因无一样。因为阮是爸仔囝，敢毋是？妈，好好珍惜爸爸对你的情。靠山，咱若是讲唔想办法走出去，总有一天我无法度忍受啊！毋是我甲金瑶刣死，就是伊甲我刣死。只哦，你学倒送，到即马阁无消无息，学至少阁受伤倒喺眠床，咱袂用走的，更加袂用死。啊，毋过安尼，好重要迄只袂骨狗，甲金瑶迄个恶魔，一天照三顿安尼侮辱，我生不如死啊！只哦，你毋是头顶一支刀，爱忍来，只要咱活的都有机会。自细汉到大汉，你拢无受过委屈，是阮大人的恩怨拖累着你，害你受苦。为着你，为着倒三这只，我会忍耐。耀哥，这款样式对后生真有效啊！既然还阁有良心，咱毋去管你迄个可恶的后生啊！社就这款的后生，我的心内嘛无好过啊！莫搁假啊啦，无人会相信你的话啊！我唔讲人顶会相信，只是咱应该赶紧想一个办法，甲天心求证。我敢有听唔对？金万山甲金苗，因常想要得到事事因人的面貌，只有天心才知影。若是天心会当平安逃出因爸仔囝的掌握，就会当变因娘婆，到时恁一家伙仔都有救。这还着你讲，谁唔知啊？我知影天心互因关咧倒，也毋过，即摆万山对我非常无信任，电话要来遮看金苗，伊就派人甲我缀调调，敢毋是我会行动？也毋过，即摆伫遮，你上该引起人的注意，只有只哦，袂晓引起人的注意，伊还阁有机会当走出去，所以至少斗相共救天心。不过，若是想要骗过金融遐的人，只哦，你可能爱冒一寡风险。
袂用的，我后肚上已经受伤啊，头路阁受因控制，我哪会使互只有阁去冒险呢？卡莎，只要会当把肚上救出来，互阮一家伙仔脱离因遐恶魔的控制，搁大的危险我拢唔惊。我拜托你啊，卡莎。舅，你一定要细腻，要注意安全，一定要平安倒来，知无？洒脱啊，宁愿是我做你的地图，风云再起。好上大个啊！你实在互我足失望的，连问一个密码嘛问袂出来啦。我真正足怀疑，你这个老大是做假的。年龄也拢用过啊，甚至我嘛用死我甲写过，一颗林连生哦，骨头真正有够硬。要不然啦，你搁淡薄仔时间互我，时间我绝对对你有一个交代。我是安尼互你淡薄仔时间啦，啊，毋过我交阮爸等袂赴，卡水若接手，这件代志就无遮尔简单啊。康美静啊，啊，搁有你迄个笑啥的？啊，你莫甲我讲。你还未查到新闻消息哦？恁哦，拢是笨蛋啊，拢是一寡无用的卡小。救人哦！救人哦！只有自杀啦，进来啊！笑安怎？只有恁亲家姐自杀啦！紧叫护车送去病院急救，紧来紧来！大姐，我哪知影伊是真的还是假？敢讲你已经等到只有死啊，你才要相信啊！拜托，金阳啊，不管怎讲，只有嘛是你共爸顾我的小妹，顾到伊这尔痛苦，你敢会唔敢？金阳，你已经失去一个小妹，敢讲你即摆要目睭金金，却只有死在你面头前心。玉哥，你想我妈甲我比鬼比鬼？中义，加带两个人送去病院。这死查某囡仔足巧的，莫互伊走去。哎，你也是乖乖踮在遮。金玉，只要是查某囡仔，你搁十个囡仔送伊去，安尼照顾伊无方便啊。囡仔是袂互约过去，我去会用的无？疼心，就疼。不要紧，你若是疼，就发出声哈。秘书，都美开 ECC 还要 push， 我即马马上甲伊洗胃。医生，我就敢若吞一只马，我即马已经无代志啊！我拜托你，我还阁真重要代志要办，我请你互我离开啊！医生，笑。袂用的，你的病情还未确定进程，我袂使互你离开。秘书，带你去检查。好。小姐，我现在帮你注销。哎，小姐，你要冲啥？哎，救护医生，小姐啊！笑。丽江，你帮我走，你帮我走啊！丽江，紧走，紧紧。
这是什么？啊？好啊，好啊！你面貌给我，我就给你。免想啦。好，我就看你的骨头到底有偌硬。你若是唔将面貌讲出来，我就甲你这只手，甲你毁掉。免想啦！爸，你即摆是伫？安怎？你甲你妈妈同款，请我来说服我，不离心性。爸，是讲这款的代志，应该是跟我爸做。你有做过什么啊？你根本就无在下手。好啊，无你过来，站一口我看卖咧。爸，我唔免用这款的手段，我刚刚用咧叫伊讲出真正的秘密。阿强，无路伊个假笑，我靠金满山，你竟无要认我这个亲生老爸啊！你是咧惊啥物？来啊，将我这个手毁掉，去讨好你这个老爸啊！来啊，有得了！是啊，卖逼我了，把真正秘密讲出来！有才调就欢喜啊！把我头壳破开，找恁的密码啊！来啊，有才调来啊！开心！没事啊，找个叫两爷。叶满山，安怎？你继续当生气啊是吧？安怎？你的真面目露出来啊，心！金明啊，看清楚，你看清楚，这就是伊的真面目啊！我会使甲你相输啦，林刚啊，伊一定会用今仔对付我这个手段来对付你。你做啥咯？我不准你杀了我表姐的感情。表姐感情，金明，感觉你也要看袂清咧？你嘛伤过天真。你、我，还佫金万山，咱三个人之中，只有金钱、利益，还佫权利，哪有啥物亲情？我甲金万山，亲像两只龙，两只无血无目屎的龙。我视你以勇，你永远就走袂离恶龙的命运。对了，你讲这笑话有几分道理哦。新宇宙本来就是一条龙，在比命比雄的所在。假使你无想要变做龙的食物，你就喙齿磨到尖的，安尼你才会当变做一只上敏的野兽。小跳，七号小姐会病，急救先走出来。你嘛是安怎？这汽油为着要逃走，加自杀。你个手安怎？冲他呀！来去推啦！是，慢走。要了。杨人爸，我看你真心哦，恐惊还枉费啊！哦，你想要甲我讲啥？金庸讲伊是一只野狼，要毋过我看伊是一只虎，而且伊对你无够忠心。我是惊你饲这只虎，死到会去咬着家己哦。唔免你提醒我爱安怎做，你先管好你家己较有影。自杀破，命运是我做。爸，过来食倒。喂，歹势，
你看唔着？你若做有人看到这啊，敲着来啊。啥做无可能？妈，我来开就好。笑。是我，应该叫阮倒手。笑，笑。 新妹，我转来啊。师傅，你转来啊？哎，我菜拄煮啊好啊，进来食啊。好。哎，我透早就去病院做义工啦，巴肚即马拄伫咧枵的。啊，真是啦，那你进来食，看我做的菜有合你的口味无？好好。心爱啊，你炒青菜火候控制拄大好，真切，袂歹。真是啦，我跟你烦恼讲，我做的菜无合你的口味咧。师傅，无怪你甲我讲，我火候控制了拄啊好，拢无讲咸食安怎。我粗心大意，竟然将糖当作是盐。歹势啦，我搁订炒一个。心爱，来，放落来。心爱，你的视力无好，还搁拄仔来我遮住，是我应该把所有的物件放在倒位，甲你讲清楚才对啦。师傅，你安尼讲，我搁较歹势啊。想袂到我的目睭一天比一天搁较差，恐惊真紧，都完全拢看无啊。在生活上恐惊，嘛造成你真大的不方便啊。心爱，你有白菜心，还搁事事行行，替别人设想，是毋是一个有自卑心的好查某囡仔？心爱，我知影呀，志强甲阿鲁巴一直伫咧找你，感觉你爱美伊一世啦。心爱，动手术虽然是有风险，啊，不过你若无动手术，一定会致命，甚至有性命危险哦。心爱啊，你若愿意动手术，钱的代志，我来想办法。你要有信心，为着志强，为着阮遮关心你、爱护你的人，提出勇气去接受手术，好不好？师傅，多谢你这么关心我、照顾我，就算我真是会痴迷，我嘛会将你慈悲的面容永远记在我的心肝内。啊，若是志强，可一世人注定甲伊无缘分啊。心爱，心爱，是安怎？人无爽快是？我的头会就痛的，我的目睭。心爱，心爱，来，我送你去病院，来。
洗胃了后已经无性命危险，啊，毋过身体真虚弱，受到真痒。恁赶紧去办断伊的手术。多谢。来。平常时看只有安尼遮尔勇这大小姐，想袂到伊要救因老爸啊遮尔勇敢。如啊，只有冒着性命危险来通知咱，咱一定要把握时间去救因爸爸。哦，身体只有办断伊的手术，啊，赶紧救人。我一人去就好啊，你留咱照顾手。你一人去也是过危险啊，只有遮吼有医生甲护士咧照顾，我伫遮我都斗相共啊。袂用姐，即摆气候身躯边无任何亲人伫，而且我烦恼金庸会找来遮，咱绝对袂当放伊一个人伫遮。我家己的生意你袂烦恼，气候拜托你。老爸，这交互你啊。好啊，啊你家己较细腻咧。有啥问题靠我。志勇，你要创啥？老爸，我拄才看到迄个查某囡仔，一定是心爱。心爱。志刚，是的，我本拖累你，你就甲我放袂记啊！风沙破啊，宁愿是我做你的地图。老爸，我拄才看到迄个查某囡仔，一定是心爱。心爱。你确定是心爱？一定是心爱。心爱，原来你是美的车，你着注意甲伊见一面，互伊安心。你若真正决定要离开，人嘛无法度甲你阻止。我嘛真想要甲伊见一面，我目睭开开的时阵，我加看伊一下。我毋是惊志强嫁互我走，我是惊我若是看到伊，我都毋甘阁甲伊分开啊！好，我带你去伊刚休眠的所在避险，等伊离开，我就甲带你去看医生，好无？来。哎，志强，啊，你有看清楚无啦？我说你无看唔到，心爱一定伫咧附近，一定是无想要看到我，调到面起来。心爱，你真是抓住你面起来，就袂去拖累我。你敢知影？我若是一天无找到你，我的心永远无可能安定落来。志勇，莫安尼啦，找到心爱哦，是早晚的代志啦。
你即马赶去救人较要紧。容易啊，我规个才要创啥个啦？我无尽到社长交代予我的任务，请社长处分。带你出来佚佗嘛，不是一两天啊！我实在唔相信，连伺候这款的查某囡仔，你嘛过袂好。社长讲了对，拢是因为我的疏忽，才会互伺候走去。金瑶，这若袂用完全怪中义啊！谁知影伺候会出这招？妈，你是安怎这尔肯定？唔是中义挑过伊放弃何走的？就凭中义假牙签，阿佑可因一家啦。伊对伊这尔始终，敢讲你阁会对伊怀疑？啊，不过不管哪讲，伊死就是这事实，伊必须要互我一个交代。金阳啊，你是咱的中义，切家己的真头信。真好，看你安尼心心悔改。这届我就放你死。你采去开啊！是。入来。等下，根据社长调查出来的结果，中医并无帮助只有逃走，而且中医啊，伊嘛剁家己枕头吃罪。中医果然是新风组训练出来的啦，伊个真正有欺骗。是讲，问题是伺候伊逃走出去，到底是要创啥？以我所知啊，药库无一定，伊知影家己性命难保，所以才安排这个局，想互伊查某囝走。无这尔简单。伺候无可能做伊家己走，去害伊妈妈甲伊阿公。有一点我当确定，伊逃走出去，一定是有什么要紧的代志要去做。啊，对啊，伊逃走的时阵，要向在场，金武林在场。阮来社长上，伊还阁伫咧怀疑中医来放走之后。杨姑啊，金武林出面跳出来制止，社长上即马嘛相依中医啊。有问题嘞，佮替中医讲话。虽是银行的密码伫一度的手头，若是将一度交出来，才有法度摕到迄条钱，伊才有可能来甲我对抗。喂，是。小蔡，较细件啊，内底人好啊甲讲，莫死甲吵。是。喂，
你的神兽，你的神兽，志强，是你啊！小林来先。等下，早我就接到电话通知啊，讲你要带兄弟来救人，人嘞，凭你这你就敢来，你是在？志强，志强，你要选择这块条件。怪我对你不客气。别进来！别进来！别伸手！别伸手！你的神兽！你的神兽！来，站起来！志强，志强，紧走，你别管我，紧走，别上来做伪造，来！黄志强，起码你知影，前面好做走投无路啊吼！林天生老咧，你紧走，我放你一条生路。不可能！今仔日我一定要把伊都先做传走。志强，你免插我，你紧走。林天生即摆已经是一个废人，早就该死啦。志强，你安尼生伤可惜。一点都无可惜，事实我已经看清楚你的真面目。志强，我对你袂歹，即摆林天生什么事拢袂用予你啊，那就对战了死忠。我无想要得到什么，我只是为着公理正义。金麦山，较早我尊重你是个有智慧的老大人，也无即摆的你变甲走火入魔。我考考你，上好赶紧回头，也若无你什么后悔都袂去。好一个公理正义，践行确实是践行。好，我就成全你。黄志强啊，解决掉，林天生阿等于。你的神兽！宁愿是我做你的地。你的神兽！
时间吼，你们输了我啦！我来无来，你就知道嘛啦。别我跟我紧上车。林天生甲七哦，两个人唔知走去倒。是哦，家自杀逃走，林天生去互黄志强救去。金阳啊，你咧看这个中间到底有啥物牵连？有啥物牵连？咱的身躯边有反背者。爸，你是讲中医？周玉芬，我找你来嘛是要甲你问一下，假使我用家规来处理反背者周玉芬，你有啥物意见？爸，你安尼讲敢有证据？我的经验就是证据。何况你妈妈已经有过一摆。偷偷放走林天生的事实，金瑶，你毋是三岁的囡仔啦，你应该看会出来，伊一直暗中抽咱的后脚。不过，无论安怎，伊总是你的妈妈，我会得到你的同意，才会对伊下手。爸。敢真正对伊下手？林天生已经逃走啊！伊一定用手头迄个密码去摕到水师银行的迄条钱来对付咱。伊甲集团倒过来的每一个人，拢是双面刀鬼。咱若是无先下手，大家甲搞，到时阵。因着西瓜挖大饼，咱爸仔随时拢会将因拍入去18层的地狱。我予林天生受看免看到，到时阵伊加倍幸福咱。爸。啊，毋过是安怎一定要先对妈下手？假使我先对我甲基上界亲近的人下手，要想甲来反背咱。金瑶，即摆你每丢度1分钟，咱爸囝就向死神接近一下步。这杯酒，我只好家己啉落去。哥，你对我的忠诚度，也重新估计。
比石头搁较重，乃比冰搁较冷。我烦恼伫咧社会的路上，无法度回头。我行的是一条不归路，我是绝对无可能回头。金玉，妈妈是一个过来人，我嘛捌冷血无情过。我即摆咧，我逐工对我受着良心的折磨。是我做你的地。我要爱记得你的面，我唯一爱过走人的面。你是从啥人？恁走人吼，就是这尔袂晓变巧。我这尔爱你，你却袂晓珍惜。我要爱你永远无法度去想别个达波人。潘山啊，莫搁做个人好无？你放低心煞，回头想啊。明天先去串通起来，害我凄惨落魄的时阵，你若无苦劝伊回头是岸。你想要得到哪就得到，你搁想要安怎？我要得到你的心，完整的心。也若无，我就要毁掉你！爸，爸，别出来！你快来呀，爸！金玉，迄杯酒你已经啉落去，你要同意我甲你妈妈做最后的了断啦？安怎？是嘛咧反悔啊？是？金玉，这敢真是？这是你第二遍，做袂你家己的亲生老母。要亲生三年老母就死了。妈，别叫我妈妈！我无你这款丧心天落的后事。为即摆开始，咱母子关系一刀两断。金南山，我做鬼嘛袂放你煞，我就算念不好话，就算讲你做鬼，嘛永远不能超生。你若忍心对我讲出这款恶毒的话语，我是因为太爱你才要讲。你放心，我会甲你骨头骨永远藏伫我的身躯边，永远来陪伴我。好好伺候夫人。就等你看，看我的后事，看我的后事是安怎要让我死？你讲，你介意要上台倒位？古早时代，
有一种灵智的刑法，就是将人身上的肉一片一片留落来，就活活疼死为止。你敢要试看卖？徐大山，你敢不还是人？我唔是人，对你我靠林天生，翻头甲变甲凄惨落魄，迄天开始我就唔是人。何况林天生嘛亲嘴讲过，我是只野狼，互相目睭甲挖出来。安怎？不忍心事，那就莫看啊！杨秀，爸，我求你，叫你帮妈一条生路。金苗，除非你愿意替你妈妈死，无就闪开边啊！好。金苗，你也想清楚。你敢真正愿意替你妈妈身上的肉一片一片向流落来，疼死为止？我愿意，我用大来。金苗，你敢真正是迄个出卖我两遍的好事？不管安怎讲，你是我的亲生妈妈，我无法度一改一改。看你去互人杀死，我做袂到。感谢天公伯，跟我好心疼我，就算跟我这么死，希望我冤家。只要你别搁冤枉我就好。你都见为妈妈死，妈妈哪会冤枉你？妈，我对不起你。金苗，是妈妈的好事。我敢袂死，我嘛无可能拖累你啊！我绝对袂让你死，我是真心要带恁离开这的。对人不忠不孝，不仁不义的人。敢搁会当相信？我相信你的本性较重要。不要万事，我挡袂掉啦！不管你人挡袂掉，你嘛就爱你。甘愿你要中年，你还白白牺牲死？你对心爱的婚有偌深，你爱伊就偌深对。这拢是过去的代志，我是绝对无可能回头。只要有心，什么代志拢做成。我是绝对无可能，互心爱对你去吃苦。原来金庸对心爱是真心的。个人的土桥，一双孤单的脚步，茫茫心情他乡路。因早有拉苦酒，一脚行李是寂寞，伊个心情茫然度。男の涙行到这，悲伤不是人生的路途。徛在林下山路，无人熟悉夜半的有的路，想着过去的糊涂，才着行这条路。无奈的离开，才知出去的错误。又在人生一路，站站起坐，终点是家务，付如洒脱。
是我